希望家長在總集順持續檢討台南市運動藝文休閒園區，包括小巨蛋的建設。其中東區的好消息，就是台南好市多2店確定進駐南台南副都心。不過因為業者打造南部第一間好市多加油站的經營，卻引起周邊加油站甲原商家業者的反彈，四國有稅。對此，議員黃家珍先徛在改善周邊交通等要求強硬，千萬唔通因為加油站和歡迎地方的建設有了變數。我們東區這一塊副都心的土地目前確定，至少目前是確定的。未來怎麼樣我也不清楚，市長講了，搞不好好市多不爽就不來了。至少目前好市多要來了，對吧？是。我們請做交通規劃的時候，慎重考慮如何讓鄉親們進出平安，不會造成整體交通的混亂擁塞，以及對環境的傷害。交通局，跟你說吧，這個案子基地本身它需要送交通衝擊評估，那它已經送進來，目前正在審議當中。那至於周邊道路的聯繫方面，我們當然交通中心的號誌或者是未來道路的闢建，我們會再跟公務局來做相關的合作。在重劃區內設立了大賣場哈，我們當然是希望大家創造多贏，一方面民眾購物有一個好的地方購物，比較舒適的環境購物；第二個對地方的交通不要產生衝擊哦，那就是說。交通也好，民眾也的購物舒適性也好，我們希望營造多贏。第三個，周邊的加油站業者，我相信也希望說，周邊的生意都很好啊，大家能創造多贏。那至於如何達到，我們都尊重。另外，在集順台擺幕各種台南生產有一個農產水果，包括洋蘋果、紅蓮果、麻仔等等，相當豐富。會中議員要表達的是，宜蘭辦綠色博覽會，以今年為例，已經砸來7.7億的商機。不過，以咱的條件，相當感慨，敢講袂當爭取。對此，市長會中已經答應找地，嘛講出以農業綠色博覽會作為目標，向延續經營。台南新聞，阮籍林英庚採訪報道。